該買屋定係租屋？我買過6間，分析俾你聽。今日我要分享一個專題，就係你該知道的房地產。大家平安，我哋一齊嚟思想一下關於房地產嘅事。之前我哋都有講過，關於所有嘅事情都係直接或者係間接同我哋嘅信仰有關，房地產都係。其中有好多嘅事，你應該要早啲知道。點解我咁樣講呢？因為我買過6間屋，係啊，冇錯，每次當然係買完賣，買完再賣。每去到一個新嘅地方，唔理係工作或者係服侍，我都會優先考慮將舊嘅屋賣走，然後再買返一間新嘅屋。呢個係屬於我嘅實戰經驗。我讀過 MBA，就係企業管理碩士。我大學所讀嘅係計算機，研究所讀嘅係 MBA。呢個係屬於理論，理論好重要，實戰亦都好重要。但係識得神嘅話更加之重要。我係牧師，買過6間屋，讀過 MBA，咁樣嘅人應該唔多。重點就係我要同主裏面嘅家人有一啲嘅分享，希望你哋可以早啲知道。套句俗話嚟講，我已經退出咗江湖，但係呢啲寶貴嘅經驗可以俾弟兄姊妹有好多嘅幫助。我哋千祈唔好講話傳道人唔應該去講呢啲嘢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聖經就有講到呢一啲嘢，因為呢個係同我哋嘅生活有關，甚至同我哋嘅信仰亦都有關係。你喺地上對呢啲事情嘅睇法，會影響到對天上嘅睇法。咁神嘅兒女除咗要有智商，亦都要有財商。智商就係邏輯分析、推理能力，呢一啲都好好，呢一啲好重要。同時我哋亦都要有財商，就係對於財務嘅管理、運用、理財等等各方面。講完咗地上面嘅，今日我哋就要講到關於房屋嘅屬天意義。房屋智慧聰明寶貴嘅財物，係連埋一齊睇嘅。我哋嚟睇經文啦。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聰明立穩，其中因知識充滿各樣美好寶貴的財物。我哋可以睇到房屋係點樣建造，係因為智慧而建造嘅，又建造又立穩。呢度所講嘅建造房屋，你可以話係挑磚擔水泥，亦都可以話主人請一啲人返嚟做呢啲嘅工作。比如話一個建築工人喺度講話，我喺度起緊一間屋，或者我哋同一個朋友講話，我喺老家嗰度起咗一間屋。我哋都知道其中嘅意思。然而屬天嘅意思會有更深一層嘅含義，就係建造人生嘅房屋。而呢一個人生嘅房屋，耶穌基督就係我哋嘅地基，我哋喺其中建造。你係用金銀寶石嚟到去建造，定係草木禾秸去建造？翻到嚟呢度，房屋是因智慧而建造，又因聰明而立穩。不但建造，而且要立得穩。其中因知識充滿各樣美好寶貴的財物。所以話呢一度嘅標題係以智慧聰明為中心，左邊建造房屋，右邊有寶貴嘅財物喺裏面。神係藉由有形嘅去令我哋去明白無形嘅。冇錯，智慧聰明係比房屋比呢一啲嘅財物更為之重要。然而智慧聰明其實係可以帶嚟好多嘅有形嘅好處。所以財商嘅意思，我哋要嚟去了解一下。財商就係 FQ Finance 嘅意思。我哋嚟睇定義啊，係指個人喺財務方面嘅智慧同埋能力。呢個係包括對金錢嘅基本認知、財務管理能力、投資決策能力，以及點樣有效咁去累積財富嘅技巧。呢一啲喺書本上面可以學得到，喺實戰經驗裡面可以學得到，喺聖經上面亦都可以學得到。所以基督徒要有跟房屋有關嘅財商，呢一點係好重要，亦都可以話會影響我哋嘅一生。我哋嘅中心思想就係天上面嘅財寶比起地上面嘅財寶更加之重要。然而我哋處喺地上嘅生活就要懂得去運用錢財，因為佢係一個工具。有一個問題經常被問到，
就係基督徒可唔可以同銀行借錢？之前亦都有網友寫過信嚟問，因為前面嘅專題都講過，做真正嘅有錢人，我都唔知係邊個咁樣教導，話基督徒唔可以向銀行借錢。我哋嚟睇睇聖經啊，聖經點樣講？呢一個1000兩嘅懶僕人，佢就話：我好驚啊，所以我就將你嗰1000兩銀子埋咗喺地下嗰度。你睇下，原本嘅銀子喺呢一度啊。於是主人回答就話：你呢個又惡又懶嘅僕人，你既然知道我冇種嘅地方要收割，冇散嘅地方要聚斂，你就應該要將我嘅銀子放俾兌換銀錢嘅人。到我返嚟嘅時候，我就可以連本帶利咁收回。3個僕人嘅故事，大家應該非常之熟悉。有1000兩、2000兩、5000兩、2000兩、5000兩嘅，分別都做咗生意賺咗錢。因為就某方面嚟講，我哋基督徒喺呢個世界上就好似賺錢一樣，只不過我哋賺嘅係靈魂，賺嘅係生命嘅果子。然後呢，呢1000兩銀子係一個又惡又懶嘅僕人，佢懶得去做。於是就將呢啲嘅錢埋藏喺地裏面，就即係埋藏喺世界，冇被主所使用，冇善用佢。耶穌就舉咗一個例子，大家仔細咁睇，將銀子放換俾兌換銀錢嘅人，到時候可以連本帶利咁收回。喺嗰個時代當然係冇銀行，但其實咁樣嘅工作就係銀行，兌換銀錢、借貸、放款呢件事情係可以做嘅。你覺得耶穌會用錯誤嘅事嚟到去表達正確嘅事嗎？佢會用次好去表達最好嘅，例如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，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，就係次好表達更好嘅。你們尚且不好，還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呢？我哋喺地上邊有次好嘅父親，天上面嘅父親係最好嘅。呢一度亦都係一樣，兌換銀錢嘅人可以連本帶利，講嘅就係地上面嘅銀行。有一種解釋，我覺得佢解釋得非常好，佢嘅屬靈含義就係教會。我哋自己做唔到，咁我哋就可以將呢1000兩嘅銀子，將佢拎出嚟教會，奉獻出嚟，令到教會呢一個群體一齊做工，我哋可以連本帶利咁收回。所以耶穌唔會用錯誤嘅事嚟到去表達正確嘅事，佢會用次好去表達最好嘅。因為咁，首先我哋要有一個正確嘅觀念，可以適度咁向銀行借貸。我哋要加上一個適度，因為任何嘅事情過度咗都係唔好嘅。過度咁飲可樂同過度咁飲酒，其實本質係一樣嘅，可以適度咁向銀行咁借貸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要分析一個大家都非常關心嘅話題，就係買屋好定係租屋好？買屋同埋租屋都各有好處。買屋嘅好處就係佢可以節省租金，你每個月供樓嘅錢會比租金多。而你只需要俾供樓嘅錢，唔需要額外咁去交租，等同於係供俾自己。而俾租金就係俾出邊嘅業主房東，然之後就可以抗通膨。通貨膨脹係一直有發生嘅。所謂通貨膨脹嘅意思就係啲錢嘅價值一直變少。全世界嘅政府都喺度印錢，當錢一直被印出嚟嘅時候，錢就變得唔值錢，佢嘅購買力就會下降。而間屋一直就喺度，佢可以幫手抗通貨膨脹，同時佢係可以保值或者係增值。而租屋亦都有好處，首先佢嘅負擔會比較低，租金會比房貸低一啲。再嚟就係佢有彈性，例如話去出差或者去到某個地方服侍，要留1-2年咁樣。呢一啲嘅情況，你就需要租屋或者係住酒店，呢啲都係屬於租屋。佢係有彈性嘅，然後就係可以避免一啲風險。呢個風險就係買唔到好嘅屋，或者係一啲海山屋啊，甚至乎係一啲產權引起嘅一啲法律糾紛嘅問題，房價跌呢一啲咁樣嘅問題。咁到底係買屋好定係租屋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一向唔中意講廢話。所謂講廢話就係講咗半日都唔知你嘅立場係啲乜嘢。因為冇立場嘅論述係冇意義嘅。
如果今日只係呢一個好，嗰個都好，咁即是聽君一席話，如聽一席話，係冇得到嘢嘅。所以我哋要有明確嘅立場。呢一度明確嘅立場就係話，大部分嘅情況底下，買入自住嘅屋係較為有利。呢個就係明確嘅立場，亦都係我嘅經驗。我哋今日唔講嗰啲自住房以外嘅投資，因為嗰啲風險比較高，唔係我哋今日所講嘅話題。如果你自己住嘅話，長期嚟講，你自己買入一間屋，其實係會比較有利嘅。我哋要知道一個道理，就係屋係錢買，而唔係人買。當然，我哋話係人買，亦都冇錯，但係錢先至係重點。而我哋頭先所提到嘅通貨膨脹，我哋要知道錢係被印出嚟嘅工具，而且可以一直咁樣被印落去。請參考12月4號嘅專題，做真正嘅有錢人。當錢一直咁無限制咁印落去嘅時候，我哋所需要嘅嘢，特別係剛需，就即是話係一定嘅需要，就要認真咁考慮你應該點樣去做，係買房定係租屋？呢個整體嚟講，如果物價一直咁樣變貴，有冇可能間屋都會一直咁變貴？因為台灣嘅信息比較透明，所以以台灣為例，最近幾年我哋一直都發現物價一直咁上漲，前邊有雞蛋事件啊、電價呢一啲都係一直咁樣去上漲。大家有冇諗過係點解？我哋換一句話嚟講，如果物質一直咁變貴，你點解認為屋唔會變貴呢？因為屋係由人去做嘅，需要用到好多嘅材料啊、技術啊、設備等等。當然，佢都會有下跌嘅時候，但係我哋嚟睇睇右邊呢一個圖啊，佢漲得多跌得少，漲得多跌得少，漲得多，會唔會有一天突然間暴跌呢？的確係有可能嘅，但係我哋唔係一味咁話啲屋會100% 上漲，佢跌嘅時候，有時甚至會有暴跌。舉例嚟講，日本嘅泡沫經濟時期係喺1985年到1995年，一直到而家都被稱為係失落咗30年。日本因為呢一個泡沫經濟爆破咗之後，房價大幅度咁暴跌。請大家記得一個詞語叫做房價所得比，就係個人或者家庭一年所得嘅乘以幾倍，就係你嘅房價。例如話，你所買嘅屋係值1000萬，你一年嘅收入係100萬嘅台幣嚟講，咁呢個房價所得比就係10倍。請大家記得18呢一個數字，因為日本泡沫經濟爆破嘅時候，房價所得比就係18，所以房價往下暴跌，一直到10之下。然而經過咗30年，今年2025年，日本東京嘅房價又重新翻去18。目前台北嘅房價所得比係16，全台灣嘅平均大概係10左右。咁你哋覺得買樓貴唔貴啊？中國大陸嘅弟兄姊妹，我哋喺度先排除香港同埋澳門嘅。喺2018年開始，我就開始建議弟兄姊妹可以考慮買走間屋。房價嘅頂點係喺2020年嘅上半年。我係點樣判斷嘅呢？因為中國嘅一線城市嘅房價已經超過咗40，普通城市亦都係20-30左右，都已經超過咗18。呢個係非常簡單嘅判斷條件。台灣嘅房價而家正在下修，喺呢度開個玩笑啊！如果我唔係已經退出咗江湖，有需要嘅話，其實我都仲係會買嘅，因為房價所得比先至係10。呢一度並唔係喺上漲嘅時候講，而係喺下修嘅時候講呢一番説話。下修嘅原因有可能同政府有關。政府其實係唔希望房價係暴跌嘅，所以佢必須要透過一啲嘅政策進行下修，以保持佢長期可以上漲。香港嘅房價收入比已經超過咗40，目前係一個下修嘅趨勢，亦可能會繼續維持。主要係因為佢各種嘅特殊經濟因素比較複雜。如果唔移民嘅話，大致嘅原則都會係一樣。喺允許嘅情況之下，購買自住房係較為有利。
有睇到好多移民嘅香港人表示，台灣或者廣東嘅房價比較平，所以可以多方面咁去考慮。翻返嚟呢度，屋係用錢買嘅，因為通貨膨脹，錢一直被印出嚟，所以長期係上升嘅。我哋要學習一個知識點，我盡量會將佢講得簡單一啲，就係貨幣供給，意思即是話印鈔票，佢分為 M0、M1、M2、M3。所謂 M0 嘅意思就係強勢貨幣，銀紙啊、硬幣啊，以及銀行嘅儲備金都係屬於 M0。佢最好係流通，即刻就可以流通。銀行準備金嘅意思，例如話20%，我哋要知道銀行嘅錢主要係由存錢入嚟嘅客戶存入嚟嘅。佢如果運用咗100億嘅資金，借出咗80億，自己留翻低20億嘅銀行儲備金，所以其實銀行佢係經唔起擠提嘅。如果大家都去銀行攞錢，佢就再需要求助於中央銀行。喺呢度，我哋只需要知道一啲重點就得。佢嘅流通性好高，銀紙、硬幣呢一啲都叫做 M0。咁 M1 呢，就係現金活存，呢個比較好理解，活期儲蓄。佢係冇銀紙硬幣咁快，但係呢一個轉賬係可以。現金亦都係包括喺銀行嘅存款。M1 係包含 M0 嘅，所以呢個就係包含咗銀紙同埋硬幣。銀行儲備金佢係往上再一層累加嘅，佢嘅流動性係中等。咁再往上睇就係 M2 儲蓄定存。如果你有儲蓄，你有定期存款嘅話，你想要拎啲錢出嚟，就必須要事前取消呢個定期存款嘅綁定，呢一個流動性又更加降低。回購協議呢，簡單嚟講，我有蘋果嘅股票，銀行裡面有錢，我而家需要錢，我先將啲股票賣咗俾你，但係我會簽一個回購協議，1個月之後我翻嚟再買翻。然後就係 M3 大額定存、機構貨幣市場基金、貨幣市場基金喺 M1 嗰度都有提到，你就將佢當成係股票基金，即是買股票。貨幣市場即是買貨幣，各國嘅貨幣係可以用嚟買賣嘅，亦都可以作為基金。大型嘅機構，例如講係話高盛、花旗、JP、摩根呢一啲，佢哋所購買嘅大額市場基金就係屬於呢一方面，佢嘅流動性又再會更低。所以主要都仲係要睇 M2，就係 M0、M1、M2 加起嚟，流動性比較高，比較具有指標性。跟住我哋嚟睇睇一個曲線圖，全球4大央行嘅貨幣供給，美國、中國、歐洲、日本，我哋直覺都會認為美國印鈔票係第一，中國係第二，歐洲係第三，日本係第四。係咪應該係咁呢？我哋睇一睇呢個圖啊，最上面嗰條線，佢嘅總額我哋先唔理，而印鈔票最多嘅並唔係美國，其實係中國。喺2012年左右開始產生咗一個轉折點，喺嗰陣時之前都係低於美國嘅，因為美金畢竟係全球通用嘅貨幣。如果我哋大家有印象嘅話，大概喺05、06年嘅時候，中國出咗刺激經濟嘅政策，4萬億或者係更多。大約經過呢6年嘅時間，中國印鈔貨幣嘅供給數量已經超越咗美國，所以會有一帶一路。外行人睇熱鬧，內行人睇門道。一帶一路嘅背後本質其實係同貨幣有關嘅。一個1分錢嘅紙，我將佢印出嚟可以當100蚊咁用，邊個唔希望會係咁？係咪？所以呢度其中就會包含咗一啲相關嘅國家利用人民幣往來，而美國亦都係一樣。美國最看重嘅就係你有冇用到美金去交易。例如話一啲石油國家，全球貿易呢度唔牽涉立場，又或者係對與錯，客觀嘅分析就係咁樣。呢一啲就係大國嘅戰略。我用1分錢所印出嚟嘅紙，可以當100蚊去用，越多人去用，對我係越有利嘅。咁就會造成咗一個現象，大家都喺度搏命咁印錢，搏命咁用。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嘅循環。由2005年到2012年開始發生咗轉折，之後就係一發不可收拾。
呢個係美國嘅，呢一個係中國嘅，呢一個係歐洲嘅，呢一個係日本嘅，然後呢一個就係總數。我哋要有一個概念，全球印鈔嘅數量、貨幣供給嘅數量喺度急劇咁增長，冇回頭路。咁樣你會唔會感覺到啦？錢係咪被印出嚟好多好多？20年前印咗咁多嘅總數，20年之後又印咗咁多。你睇一下係幾倍？大約係4至5倍。你點解會認為物價唔會上漲？房屋嘅價格唔會上漲？咁其實各國嘅政府對於房價同埋貨幣嘅態度係點樣嘅呢？係打壓房價，係抗通脹嘛？我哋總結出一個重點，各國嘅政府嘅目的，唔理係央行，又或者係有關嘅政府單位，大部分都係持守住呢一個策略嘅，就係貨幣穩定通貨膨脹，大約喺3至5% 左右。第二個就係房價穩定上升，亦即係3至5% 左右，因為同通貨膨脹有關。呢一啲係台灣嘅數據，2000年嘅房價指數喺呢度，裡面有各個主要嘅城市。然後到咗2022年，你覺得房價升咗幾多呢？就用20年嚟睇啊！大家記得一個數字啊，每逢20年，房價就會翻倍。2000年到2020年，房價就會翻倍。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，每年嘅年利率大概係4%。我用簡單嘅數學去計俾你睇。我哋嚟睇一下，呢個係房價，呢個係第1年，呢個係第20年，右邊嘅係30年。如果你有間屋，佢係1000萬，每年通貨膨脹，每年房價上漲嘅數字係3至5%，我哋就用4% 乘以1.04，咁所以第1年就係1040。我哋用數學嚟睇，之後會發生咩事？經過咗20年，你估係幾多？答案係2191萬，係唔係2倍啊？咁而家嘅房貸呢，差唔多都有30年㗎啦。我哋再睇一下，到咗30年嘅房價會去到幾多呢？3243萬。喺呢度用1000萬係方便我哋去計算。到咗20年會變成2倍，30年就變成3倍，甚至唔止添啊！所以呢，2000年到2020年正好就係2倍。呢個係以4% 作為計算。繼續展開，對於自己買屋或者租屋，我哋用咗30年嘅差異作為一個試算。為咗方便起見，我哋用台幣1000萬，台幣同人民幣大概係1比4.5，所以你將佢除以5，再加10% 就可以啦。例如1000萬除以5加10% 就係220萬左右。首期嘅200萬除以5等於40萬，加10% 就係44萬。呢個係好快嘅心算方式。好，貸款就係800萬，每個月嘅供款就係3.16萬。呢度有個公式可以計算。如果你係租樓嘅話，可能大概就係每個月俾2萬。你覺得自己買屋壓力大唔大啊？如果你覺得租樓係比較輕鬆，我哋簡單咁睇以下呢個公式。呢個公式我哋睇下，每個月還款嘅金額、貸款、本金、月利率、還款總期數。公式喺呢度計算出嚟，結果係3.16萬。當你計到呢度嘅時候，你會覺得3.16萬每個月嘅壓力好大。但係我哋要睇長遠，我哋要睇30年之後會有啲乜嘢嘅差異。上面係買屋，下邊係租屋。每個月3.16萬，一共係360期，交完本金就係800萬，加上利息338萬，總共係1138萬。咁30年之後，假設我哋嘅房租冇升啦，你交完租金就係大概720萬，然後佢哋嘅結果就係，你會唔會覺得我自己買屋仲要還利息俾銀行，好似好蝕底啊？我蝕咗啊，多交咗418萬。但係我哋要嚟睇下呢一個計算式，透過呢一個算式，我哋可以知道，經過30年之後，買屋嘅人就可以得到一間屋，價值係3000萬以上，3200幾萬。好啦，
我哋就將裝修費啊、稅項啊呢啲全部都減走啦，湊一個整數3000萬。咁租屋嘅人會得到啲乜嘢呢？佢冇屋，係得一個零啊。所以兩者嘅差異到底係點呢？3000減418萬就係等於2582萬。呢一個就係我哋所付出嘅，就係比房租要多付出418萬。我哋減走，所以得到嘅就係2582萬，再將82萬減走啦。裡面可能係保險費啊、其他嘅雜項啊、維修啊，通通噼里啪啦嘅都去走晒。區別就係2500萬對住0。其實呢一個就係複利嘅威力，只要牽扯到利率、牽扯到時間，任何嘅事情都會變得好大嘅差異。喺你經濟能力許可嘅情況之下，其實係比較建議自己買樓嘅。20年、30年之後，你就會睇到巨大嘅差異。但係你話租房都有好處，買房都有缺點，係唔係？係，買房係有缺點嘅。租房嘅好處就係買房嘅缺點，佢嘅負擔係比較重，所以我哋都係要考慮一下，係咪有足夠嘅能力。而租房佢係彈性嘅，買屋呢，你買落去屋就喺呢一度。所以要睇清楚，亦都要諗清楚。租屋確實風險係比較低，買屋嘅風險確實係比較高一啲。但係喺呢度要提出3種嘅解法。你覺得負擔比較低嘛？夫妻2人共同努力之下，先苦後甜，當作係強迫嘅儲蓄。因為你付出咗3萬幾係當係儲錢，係有利息嘅，呢個係必要。而你所付出嘅租屋嘅錢，住完就冇噶啦。咁你話有彈性，其實啲屋可以買賣，亦都可以出租。例如話我喺 A 城市嗰度買咗屋，然後我工作就轉咗去 B 城市，咁樣你就話好唔方便。其實都好簡單嘅，你將間屋租咗出去，再喺 B 城市嗰度租屋，其實都可以噶。買賣亦都可以，呢個都係有解嘅。咁你話風險比較大嘅話，我哋由歷史嗰度嚟睇睇啊。冇屋嘅風險其實反而係比較大嘅。全世界絕大多數嘅國家都係一樣，有屋嘅風險比較低，冇屋嘅風險比較大。頭先有提到關於日本嘅泡沫經濟破裂咗之後，房價一直暴跌，腰斬再腰斬。某個大國其實都係咁，佢嘅一線城市嘅房價收入比甚至係已經到達咗40倍嘅以上。所以如果你喺呢啲國家，真係唔建議你而家買屋，你要再多觀察一下。呢個係少數嘅案例，等到時機比較成熟嘅時候，你再買屋。當然，其實如果自己住嘅話，差異都唔係真係咁大，反正你都係自己住，你亦都負擔得起。要買屋亦都可以。因為你等得越耐，其實你所要付出嘅租金就會越多。頭先都已經計算咗俾大家睇啦。總體嚟講，其實買屋係比較有利嘅。然後我哋仲要加上一個但話說回來，呢一個仍然係相對嘅。相對嚟講並唔係絕對，並唔係所有人都一定要咁樣，一定要買屋，一定要結婚，一定要生仔，一定要上大學。其實都真係唔一定嘅，每個人嘅人生都係唔一樣嘅。我哋睇完地上面嘅，我哋就要睇返去天上，要往上邊睇3層樓嘅家。家好重要，家亦即係代表住屋，有形無形嘅1層樓，身體物質呢個體嘅屋呢，就係代表住屋啦。往上1層樓，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魂嘅屋呢，就即是話有家人嘅地方就係屋企啦。再往上睇，信心、上帝、永恆同愛喺靈嘅裏面，即係喺永生嘅裏面，天國，我哋有一個永恆嘅家。可能有各種嘅原因，你冇辦法買屋，又或者你仲係決定唔買屋，呢個都唔緊要，並唔係一定要點做點做。有一個永遠嘅屋企喺天上邊，呢個一定係最好嘅。第一個重點，賢妻係比房屋錢財更加之重要。房屋錢財係祖宗所遺留的，唯有賢惠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。呢一度聖經再一次運用呢一咁樣嘅比較方法。
房屋錢財算係次好嘅，賢惠嘅妻先至係最好嘅，係耶和華所賜嘅。智慧婦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婦人親手拆毀。所以娶啱咗妻子，揀啱咗伴侶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而我哋話成家有一個家，呢個係同婚姻有關嘅。所以賢妻比房屋錢財更加之重要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。第二個重點係把神嘅國放喺優先。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兒女，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來世不得永生的。眼利嘅弟兄姊妹，你哋發現咗未啊？房屋、妻子、兄弟、父母、兒女，甚至係房屋係擺喺最前面嘅，因為耶穌話：人不能侍奉我，又侍奉馬門。如果你將佢睇得太重，超越過睇重神，房屋就係一個大馬門，你唔能夠太睇重佢。雖然我哋要善用佢，我哋要有財商，要記住天上面嘅房屋係更加之重要嘅。我哋有冇嗰個優先次序，為咗神嘅國去抌低？前面有講到我嘅故事，我買咗6間屋，買完賣，買完賣，每一次都增值咗唔少。但當我哋肯放下嘅時候，我哋就將買賣房屋所賺嘅錢，當然亦都包含咗之前嘅儲蓄，做生意嘅，建立咗教會。其實啱啱開始，冇期望到弟兄姊妹做啲乜嘢奉獻，心裏面只係諗應該夠用。嗰時人喺海外，小朋友又讀國際學校，負擔亦都唔輕。我哋喺冇收入嘅情況底下過咗7年，除咗其中必須要花費，亦都要還房貸。你就要知道其中嘅花費係唔少嘅。等到教會建立咗、穩定咗，積蓄亦都差唔多用晒啦，我哋先開始出人工，過住憑信心嘅生活。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，我同我嘅太太冇諗咁多，只係單純覺得神嘅屋企更加之重要，而神亦都冇虧待到我哋，一路咁供應。呢個係一個信心嘅功課。我哋將地嘅出產喺世界嘅所得，將佢交翻俾神，神就賜俾屬天嘅供應。因為愛神比愛神嘅恩典係更加之重要嘅。呢度將房屋擺喺最優先做列舉，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。有好多人嘅故事，包括我嘅故事，仲有你嘅。你係買咗屋覺得好開心啊，或者喺仲未買嘅時候覺得好憂慮啊。無論點，呢度話為神嘅國放低嘅，我哋會得到啲乜嘢呢？今世得百倍，來世得永生。永生就係永恆嘅價值。關於屋企嘅價值，要得百倍。喺永恆嘅當中有永恆嘅價值，所以唔理有冇屋，我哋都要為神嘅國去放低，去將優先次序擺喺後邊。我哋去列舉2個例子啊，一個係大衛、所羅門，佢哋嘅屋好多，財產好多，產業亦都好多。另一個就係施洗約翰同埋耶穌，佢哋係一無所有嘅。唔理係有產業定還是係一無所有，重點就係要將主擺喺最優先。你願唔願意啊？第3點，神就係房屋以及萬有嘅建造者，因為房屋都必須要有人去建造，但建造萬物嘅嗰個係神，房屋要有人去建造，佢先成為嗰個樣，而萬物係由神去建造佢，所以佢先至可以成為嗰一個樣。呢一個就係萬物萬象都係嚟自於神。咁你會話，咁即是由我起嘅屋都係屬於神去建造嘅，係咪？冇錯，唔單止係大自然，你所做嘅事都係由神去建造嘅。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呢一個係神親自建造同埋看守。如果你好看重地上面嘅物質房屋，但係你唔看重嗰啲睇唔到，包括家人以及天上面所永存在嘅，咁樣你就要睇呢一句話，其實一切都係出於神，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
我哋要心存謙卑，心存感恩，並且亦都要心存盼望。我哋就知道佢嚟建造一切，包括我哋嘅屋企，有形無形嘅屋企都係由神嚟建造嘅。我哋要做嘅就係全然咁樣去倚靠佢。第四點就係天國有永存嘅房屋，永遠存在嘅房屋。耶穌離世升天之前，佢話：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。我在哪裏，叫你們也在哪裏。喺當時猶太人嘅婚姻習俗，結婚之前係要預備一間新房嘅。呢一點係咪同華人好似呢？耶穌離世升天係為我哋去預備地方，就即是預備要去住嘅地方。天國嘅屋係咩樣嘅呢？呢一個係好難去表達。所以呢一度就用地方，重點係佢要嚟接佢嘅新娘，到我哋屬靈嘅丈夫所預備嘅地方，預備嘅新家，預備嘅永存嘅房屋當中。於是我哋就要同佢永遠永遠咁一齊。所以天國永存嘅房屋就係同耶穌同住，佢係城，新耶路撒冷城，佢亦都係房屋可以住嘅。更係我哋永恆嘅家，與我哋嘅主永遠同在。良好7分鐘嘅快速提醒：每逢7號只有專題，冇讀經嘅進度。7號、17號、27號當日休息或者係補課。仲未有睇影片嘅人就記得去睇良好7分鐘怎麼用。最後我哋要嚟做結論，你該知道的房地產。今日嘅內容比較多。大家好好去思想，我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去準備，可以嘅就聽多幾次，又或者轉發俾朋友。房屋、智慧、聰明以及寶貴嘅財物，呢一啲都係有相關嘅。以智慧聰明為中心，有房屋，而且亦都有寶貴嘅財物，有形無形嘅都係咁。房屋有天國嘅房屋，財物有天國嘅財寶。可以適度咁向銀行借貸，已經用咗經文向你哋解釋啦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只要係有益處，都可以適度咁去做，唔好陷入律法主義當中。大部分嘅情況底下，買入自住房係較為有利嘅。係啊，我哋要有明確嘅立場，但佢唔係一個投資嘅建議。呢度所講嘅係自住房，而且係一種分析。請大家自行決定。屋係用錢買，銀紙係一直會印，各種嘅物品亦都會一直變貴。我哋睇全球 M2嘅貨幣供給，錢被印咗出嚟好多好多。政府對房價同貨幣嘅態度其實係穩定增加3至5%。就以4%嚟講，每20年嘅房價就會翻倍。而自購房同埋租房嘅30年差異就係2500萬對0。我哋要往上睇，天上面有永存嘅家。第一，賢妻比房屋錢財更重要。第二，把神嘅國擺喺優先。第三，神係房屋及萬有嘅建造者。第四，天國有永存嘅房屋。今日嘅主題，你該知道的房地產，期盼嘅係同耶穌一齊同住，係啊，係房屋，亦都係永恆嘅家。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此人便為有福。良好7分鐘，我哋聽日見。